来看东部又搁掠到怪鱼哦，有渔民伫台北的外海掠到一只生得真奇怪、顶头黑色哦，身躯阁有壳顶壳壳的怪鱼啊，渔民家叫做灵王鱼。有专家是讲哦，这款鱼啊，咱国内伫2012年毋捌掠过一届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即尾头大大，两边有尖尖的喙，亲像是零头，身体阁亲像虾仔共款有硬壳，感觉红色怪鱼，提高拍卖鱼市。好奇民众拢无看过这种鱼，因为真怪，有民众惊一条，也有民众小姐甲翕相。有点可怕。这什么鱼呀？龙王鱼。渔民讲这是龙王鱼，不过专家讲这是一种聚集红防佛鱼。西太平洋、甲印度洋、甲台湾周边海域拢是因的生态地，因是伫深海300到500公尺以下，泡伫海底活动未收水，渔民用地拖网才会捕猎。它是底栖性的鱼类，它平常是匍匐在海底，就是找寻食物这样。那比较少被一般钓获，然后通常都是拖网渔业的时候会捕获这样。专家讲，这种鱼体型看起来真大，不过其实用食的部分无多，经济价值无悬。国内文献记录也无多，可能是渔民掠到对放dans海底。国内记录到的第一笔资料是2011年伫成功外海掠到，2013年屏东也有掠到记录，即马过10多年，台东渔民阁掠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